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粵語娛樂。近年嚟嘅娛樂圈慢慢變成咗流量時代，啲明星或者演技唔係好出色，但靠住高人氣都可以喺娛樂圈混得好好，成日喺電視前面露面。呢種情況令到觀眾越嚟越掛住啲演技精湛嘅老戲骨，但好可惜，好多老戲骨而家喺電影電視裏面只係做配角，或者揀咗低調過日子。今日我哋就嚟講講一位好出名嘅老戲骨劉松仁。劉松仁1949年出世，絕對係香港影視圈裏面嘅重量級人物。好多觀眾都係睇住佢嘅戲長大嘅，佢演過商人、俠客、帝王等等角色，韻味十足，堅毅，又唔失內斂，留低咗唔少令人懷念嘅角色。佢仲同唔少後生輩嘅演員合作過，可以話係睇住好多今時今日紅遍香港嘅明星逐步成長。劉松仁22歲嗰陣開始入行，一路忙到唔停，塑造咗好多深入人心嘅角色。佢嘅戲路好演，無論正面定反面角色都演得出色，好似好多香港藝人一樣。TVB 係佢事業發光發亮嘅地方。1976年，劉松仁加入咗 TVB。之後好快就因為佢嘅外表同演技而受到重用。1977年，佢主演咗陸小鳳，成為佢嘅代表作之一。佢仲同好多 TVB 早期嘅花旦合作過，包括同汪明荃合演嘅《京華春夢》，同米雪合演嘅《瓶中俠影錄》、《啼笑園》、《八月桂花香》等，尤其係同米雪嘅合作，留低咗好多經典嘅熒幕情侶畫面。而且劉松仁喺大時代入面嘅演出更加係金碧輝煌。佢飾演咗70年代初嘅股票大亨方進新。呢套劇集人才輩出，包括劉松仁、鄭少秋、劉青雲、郭藹明、周慧敏、藍潔瑛、李麗珍、邵仲衡、陶大宇、吳啟明、郭正雄等，成為咗一部好難超越嘅經典港劇。仲有佢喺周星馳主演嘅電影《鹿鼎記》裏面，飾演咗韋小寶嘅師傅陳近南。近年嚟，劉松仁喺《步步驚心》裏面嘅康熙皇帝一角，更加係深入民心，展現咗佢嘅霸氣同埋戲劇張力。雖然劉松仁喺演藝事業上成功咗，但佢私人感情生活就好低調。年輕嗰陣拍戲，曾經有傳佢同米雪係熒幕情侶，但其實兩人只係好朋友。而家劉松仁同米雪都仲係好朋友，有時仲會一齊食飯聚舊。講到劉松仁嗰種老戲骨嘅氣質，真係一見難忘。劉松仁對演戲真係一絲不苟，堅持親自上陣，無論係動作戲定情感戲，都一樣投入。雖然而家嘅娛樂圈風雲變幻，但劉松仁一直堅守住自己嘅演技和原則，唔靠炒作，行得正坐得端。出道咁多年也無半點緋聞，同其他藝人嘅關係都相當唔錯。講到愛情嘅事，劉松仁嘅愛情故事都幾精彩。喺藝運訓練班嗰陣，佢同女演員李影成為學堂情侶，但因為種種原因，最後未能走到一齊。係咁樣嘅經歷之下，劉松仁對感情嘅態度變得更加謹慎同認真，唔會輕易玩弄感情。同時，劉松仁同泰國空姐蘇嘉燕嘅婚姻，亦係佢人生中一段重要經歷。即使年紀相差大，但兩人嘅感情深厚，一路相伴，共度低潮。近年劉松仁健康問題浮現，但蘇嘉燕始終守在身邊，成為佢嘅最大支持。不過，
唔少觀眾對佢娶咗現任妻子嘅事感到唔滿，覺得係男人有錢就會拋棄結髮夫妻，而且近2年傳出佢同小嬌妻嘅感情出現裂痕，搞到啲粉絲都好擔心。劉松仁嘅健康問題都係啲粉絲關注嘅焦點。前年傳媒拍到佢身形消瘦，行動不便，被猜測係中風，但劉松仁當時只表示希望康復中，無正面回應。幸好而家佢狀態好咗好多，喺社交媒體上現身，精神奕奕，氣息好，令人放心。同時，劉松仁亦同老友趙雅芝互動，提到要約個時間敘舊，感覺佢哋嘅關係一直都好好。劉松仁仲同香港資深女星羅蘭合影，經常分享近況，讓大家知道佢健康情況好轉，無需過分擔心。睇到佢嘅近照，真係令人覺得呢位老戲骨嘅魅力依然不減，令人回想起啲經典電視劇嘅片段。劉松仁嘅演技真係一時無兩。趙雅芝喺留言區向劉松仁送上問候，哇 Hello 松哥，咁耐冇見，見到你發嘅相片，覺得你好開心噃，真係好好。劉松仁就回覆話，有機會就最嘅謝謝你嘅關心。兩位70來歲嘅老戲骨，既係老朋友又係老搭檔。佢哋1976年已經合作過《家家有本難念嘅經》，1979年又一齊主演到神。入咗21世紀，佢哋嘅合作依然未曾停止。2000年齊齊演嫁錯媽，2003年又有西關大少。講到劉松仁，佢喺香港影視圈可謂一哥一姐。無論係打小睇住香港劇長大嘅觀眾，定係影迷，對佢嘅認識同欣賞都唔會少。佢嘅經典作品多得數唔晒，無論係英雄形象定係商界精英，都係咁有型有款，真係銀幕上嘅老戲骨。劉松仁嘅保養秘訣包括旅遊、爬山同攝影。令唔少網友驚訝嘅係，佢同太太雖然無子女，但感情依舊深厚。曾經有記者問佢點解無生 BB， 佢嘅回答令人感動，因為結婚晚同而家年紀大，唔想對太太嘅身體造成負擔。今集講嘅就係咁多啦，下次再見。